大理寺戒差郭洪叩见各位大人。郭洪，本官问你，包世荣是由你负责押解进京的吗？回禀大人，正是小人押解进京。进京之日，开封府包兴拦截过你，要求与包世荣单独会面，可有此事？正有此事。那么，要见包世荣的这个包兴，你可认识？小人认识。那你看看身边这个人是谁？此人正是包兴。让他画押。郭洪，你没事了，下去吧。谢文大人。大人，我看这包兴，咱们还得继续对他施以大刑，方能让他招供。不必了，有郭洪和包世荣的口供，即使他不招，我也可以按律定罪。大人，这包世荣和包兴密谋串供，肯定是包拯在后面指使。依本官所见，可以请包拯上堂一问。是呀，那包拯平时装的是人五人六，口口声声叫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如今他这大学士犯法，我看更应该与庶民同罪，传他上堂问话，天经地义。我看还是禀明圣上，让万岁定夺吧。来啊，将包兴、包世荣打入死牢，分别看管，不得有误。这，月华姑娘，四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事，我就是特意来送一下你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过2日又得见面了。啊不，我好容易给你买了一个桂花糕，想让你带在路上打尖用。我已经备起干粮了。干粮这个东西啊，你听四哥的，那是宽备窄用，吃的东西越吃越少。可是现在天气这么炎热，吃不了啊，会变馊的。所以呀，你现在趁早吃了啊。难道你想把我吃成一个胖妇人啊？月姑娘，四哥看你最近只是奔波劳累，你身体哪受得了啊？你赶紧得补一补啊！我看啊，应该大量补充的是四爷您。我这小身板，我就算是山珍海味，我也长不高1寸了。你看，你又无自悲哀了。我看你这样也挺好的，又有何不可啊？姑娘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非池中之物啊，不是那些俗脂俗粉可以比的。那这样吧，你把你买的桂花糕给我，既然买了，我不收下也是浪费了。你一个小小的6品侍卫，以后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否则买了我也不会收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啊！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否则到时候叫你不在的话，又该惹出乱子了。没事，你去吧。
喝点酒，喝点酒。老爷，酒。老爷，老爷，瞎呀？没看见我正在忙啊？哦，这去喝，你喝，我给他喝，喝。好。老爷，快说。老爷曾吩咐小的，只要金簪子打好了，不管3七20几，都要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的给您送来。你是说金簪子打好了？是的，老爷，已经打好5只，其余的正在锻造。好漂亮啊，漂亮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金簪子啊！这不是普通的金簪子，这是一只金镖，剑势封喉。里面有人吗？你们这帮狗奴才，无缘无故把我关在这里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姓甚名谁？国舅爷，老爷，小的觉得像张小姐那样的村姑，一看到这黄沉沉的金子，2只眼睛肯定会像夜里的小猫一样，嗖嗖嗖嗖闪电攻打。金簪子算什么？小菜一碟儿。我准备用金子给他打造一把剑。哎呦，老爷，您真是起舞弄清影，没有在人间啊！这金子太软，打簪子可以，打剑不行。碰到硬东西，吧唧就软蛋了。那就用金子给他打造一个屋子，也弄他个金屋藏娇的故事，四海传播。水！见过国舅爷。沈教头，你吓死本国舅爷！谁说不是呢？国舅爷莫惊，小的正在四处查岗，看看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在偷懒，躲在一边睡觉呢。沈教头对本国舅尽心尽力。好，哎，国舅爷，小的有一事要禀告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小爷家住安徽合肥包家庄，名叫包世荣。你就是包三公子？什么？张涵要带着他妹子离开？唉，小的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一定是我们招贤馆的人嫌他们俩来自穷乡僻壤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在这语言上面有了些冲突。沈教头，你去给我查一查，是哪个王八蛋这般无礼？国舅爷，这种排挤啊、挤兑，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，只能意会。国舅爷就算是要查，也很难找到真正的证据。沈教头，这张涵兄妹不能走，你得帮我把他留下来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是来寻你的。那太好了，你快放我出去吧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就是放了你，你也走不了。不行，你快放我出去。三公子放心，我们的人很快就到了，到时候救你方能万无一失。三公子现在只要做到稍安勿躁，
且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我来过这里。不，姑娘，你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暗无天日的黑洞里？一言难尽，等你出去了再说。我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喂，姑娘，姑娘你别走啊！姑娘你快告诉我，姑娘。国舅爷，我一直在劝张翰，可张翰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钻进牛角尖，9头牛也拉不回来。9头牛拉不回来就10头牛，20头、30头、40头、50。沈大哥，是我，张丽。哦，张姑娘，你怎么跟沈教头一样半夜3更出来吓人呢？你吓死本国舅了！谁说不是呢？民女参见国舅爷。好，免礼，免礼。谢国舅爷。妹子，这么晚怎么不睡觉啊？不敢睡。哦，就担心会出什么事情。这每天晚上我都必须出来不停地查看，就怕会出了什么意外。哎呀，张姑娘对本国舅也是尽心尽意，好啊，好女子。这天天晚上都吃国舅爷的饭，怎么敢不为国舅爷做点事情呢？这样小女子会不安的。好，哦，对了，张姑娘，本国舅为你打造了一些金簪子，这是第一批的5只，看看，看看，送，喜不喜欢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民女不敢接受。哎，张姑娘，这可不是用来做首饰的，这是给你做成暗器的啊！以后你拿着这些簪子，一簪一个，通通给我杀死那些刺客。来，国舅爷既然要送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多谢国舅爷。既然张姑娘喜欢，吩咐下去，让他们多造50只。国舅爷虽然日理万机，可是还想着张姑娘啊，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！张姑娘，本国舅呢还有些公务要管啊，张姑娘就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如若真是有刺客前来，自然有那些镖师前去抵挡啊。好啊，有陈州百姓还等着我们呢啊！国舅爷请。恭送国舅爷。不客气。你下去了吗？他才是真正的包三公子。微臣斗胆恳请万岁降旨，传包拯到大理寺疑问。原来包兴都打死不认账，你们传包拯上堂，由谁来指证他？万岁圣明，想到包拯深知法度，知道这事认了是死，不认也是死，扫兴不认也在情理之中。好了，都下去吧。谢万岁。来，坐。这么说，万岁不肯让他过堂？万岁担心包拯在大堂之上不肯招认。好，就是要他不肯招认，才好用刑打他个魂魄出窍。不过，以臣看来，万岁心中还是有些护着他。这事不能全怪万岁，主要是文彦博那个老匹夫非要坚持禀明圣上，不然我们早直接给包黑子过堂了。他还敢抗拒，我弄不死他。如此说来，那就再将他一军，逼他过堂。臣妾叩见万岁。快起来吧，赐座。谢过万岁。爱妃今日前来，可有何事吗？万岁，臣妾听说，那包拯唆使侄子包世荣敲诈勒索地方官员一案，大理寺已经审过了。审过了。那此案属实？
包世荣都已经招了。万岁，打算如何处置包拯呢？那以爱妃之见呢？万岁果真想听臣妾所言。爱妃既然来了，就一吐为快吧。万岁，臣妾整日守在后宫伺候万岁，朝中之事本不该随便智慧，只是那包拯，臣妾有些话如鲠在喉，不吐无快呀。朕知道，这包拯平日素与你庞家不和呀。万岁，并非臣妾为人不厚道，借此机会公报私仇，而是那包拯平日里实在是欺人太甚，甚至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、树碑立传，不惜拿皇亲国戚当垫脚石，今天杀驸马，明日斩皇侄，全然不顾皇家的体面，闹得大宋朝的百姓都只知有个包拯，而不知有万岁了。看来是朕平日太宠这个包拯了。万岁自登基以来，以仁孝治天下，对臣民宽大仁厚，这本并无错，错的是那包拯利用了万岁的仁慈，大肆为自己沽名钓誉、欺君罔上，胡作非为。爱妾放心吧，朕这一次绝不会轻饶这包黑子的。臣妾话已说完，一切全凭万岁定夺。臣妾告退。还有事儿？万岁，奴婢天生智弱，奴婢想不明白，咱大宋朝手比包拯伸得长，心比他黑的贪官多的是，您都什么？您都能网开一面，就他不行，就他包黑子不行。满朝文武之中，这包黑子是极少数的清官之一。但是他的分量却可以镇住所有的贪官。是啊，现在连包拯都贪赃枉法，万岁手里的杆子失了平衡，就要从绳索上摔下来了。一个走绳索的艺人失去了平衡，从绳索上摔下来，伤的只是他自己。朕要是摔下来，那伤的可是我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！那不是小路子吗？太后，奴婢给太后请安了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平身。谢太后。小路子，近来皇上可好？回太后，最近皇上身体上不太舒服。哦，是不是染上什么小病了？回太后，万岁身体上没病，只是这心里很烦。所谓何事？回太后，关于包拯贪腐之事。哦，包拯也成贪官了？这，五爷，你不在陈州，跑这儿干嘛？东京那个包世荣是假的。假的？要我说呢，你就去开封府帮咱们报个信。至于救人的事情，用不着你费心。可是开封府喽啰众多，营救不出来的话，反而会坏了大事。哼，那群喽啰在我心目中只不过是酒囊饭袋而已。要不是你们东推西阻的话，我早就已经取下了庞玉狗贼的首级了。杀人容易救人难，更何况包三公子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
就算把他救出来，也不能带着他飞檐走壁啊！我白玉堂一生杀人无数，救人也无数，没有我跨不过去的门槛。这件事情还是带我回到开封府，和他们商量之后再做决定吧。陈琳，你估摸着万岁这次真的要杀包拯？包拯一直是万岁最倚重的肱骨大臣，对他寄予厚望。突然间七话化作泡影，万岁的心情可想而知啊。哀家不相信包拯会搞贪腐，一定是包世荣打着包拯的旗号为非作歹，他的所作所为跟包拯没有关系。老奴也有同感，可眼下这情形，纵有10张嘴巴，又如何说得清楚呢？想不到他们老包家竟然有这样的不孝逆子。大丈夫难免有妻不贤子不孝，何况包拯已经离家多年，就是有10丈的手感，也抓不到这么宽呢。不行，包拯对哀家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活活地被冤死。太后，即便要救，也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既要保住包拯的性命，又要让他洗掉身上的罪名。老板板，在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？你赶紧给我想法子。提醒包世荣，让他承认，这一切都是他背着包拯，在外面打着包拯的旗号干的，全都与包拯无关。派人到大牢去，告诉包世荣，叫他别乱攀乱咬。是这么干，但老奴担心的是，那包世荣为了保命，已经变成了一条见谁咬谁的疯狗了。那就告诉这条疯狗，如若保住包拯，兴许他能捡回这条狗命；如若保不住包拯，那他将是大理寺第一个砍头的人。是太后，只能先这样把他蒙过去，等过了这一关，再回来收拾这条疯狗。好。只是传话之人干系重大，不知道派谁去大牢为最好。不必担心，哀家自有合适人选。微臣拜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哀家有一事要交与你办理，请太后降旨。那个会钻地洞的老鼠还在开封府吗？回太后，徐护卫就在府中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就说是哀家说的，让他想办法钻进大牢，找到包世荣，告诉他一切事情自己兜着，不得再攀咬别人，更不准攀咬包拯。太后，这样的话岂不是串供？卢护卫想大义灭亲，对包拯也来个公事公办。回太后，包兴擅自去了大牢，见了包世荣，已经让相爷十分被动。现在让徐护卫再去的话，一旦被发现，恐怕相爷就说不清楚了。你们相爷已经说不清楚了，何怕再多一次说不清？再说了，那个姓徐的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无人能知道。太后，您知道大牢那个地方戒备森严，
不想让人知道，恐怕很难。你这个大叔，何事不解？要是不难，要你们这些人做何用？平日里自称侠义之士，吹牛的本事越来越大，可是到了紧要关头，一个个都变成了银样拉枪头。太后息怒。算了，你现在也是朝廷命官，要保住头上的这顶乌纱帽。你走吧，回去告诉那个姓徐的，让他进宫，哀家亲自跟他商谈。回太后，微臣并非要保住乌纱帽，也并非胆小如鼠，只是相爷说过，不得任何人插手此案，否则的话，严惩不贷。你的眼中只有包拯，哪有哀家这个太后？微臣不敢，微臣谨遵太后懿旨便是。好，这件事儿，除了你和姓徐的知道，其他人一律不得知，更不能让包拯听得一丝风声。以后的事，自有哀家替你们担当。谢太后。下官突然想到，那开封府包拯手下有一批武艺高强、飞檐走壁之人，万一他们私闯大牢，做下不轨之事，该如何是好？孙大人多虑了，想那包世荣早已供认不讳，包兴虽未招供，但犯罪事实清楚，已无逆转之事，他们还去大牢做什么？栾大人，包世荣虽然已经定罪，那包兴也铁案一桩，可他们的幕后指使者却从没过堂。万一他们派人私闯大牢，将二人黑掉，给咱们来个死无对证，如何是好？以孙大人之见，多派人手安排在大牢内外，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他们来得去不得。唉，还嫌不够乱。太后她老人家也过来凑热闹。这个人一老啊，就容易糊涂，还越老越糊涂。哎，可是他并不承认自己糊涂啊，根本不容我说。圣旨遗旨都是旨啊，大哥你也不能违旨不遵，不是？但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呀，正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呢。哎呀，我就说呀，你们这心眼子太多了。要依着老心儿，今儿晚上咱就钻进大牢去。哎，天塌下来有太后顶着呢，关咱啥事儿啊？又胡说，我我说，你能不能不转来转去啊？啊，你转的我现在头都晕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别转了行不行啊？啊！你踩我脚了，是吗？是的。对不起。不是你到底想个主意啊？你转来转去的。是。你别在这捣乱，人家四叔现在是在学驴拉磨啊。驴呀，转着圈的在想办法呢。斯文，驴，斯文。是。三哥说的对，好办法。反正现在天塌了，有太后顶着呢，我们这些人在这干着什么急啊？你的意思是，大哥，反正现在水已经浑了，咱们不妨把这水搅得更浑，然后就可以趁水摸鱼了。好，这样有两个好处：一来，咱给太后她老人家一个面子；二来，咱把太后她老人家也拉下水。嘿，你们说这个事儿需要不需要跟相爷去通气？大哥，千万别，这事儿谁都能知道，就是他不能知道。
天不见，你怎么又长胖了一圈啊？你去的吗？你现在还行不行啊？老四，小看你三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样儿对你三哥来说，那就是小菜一碟儿。老四啊，你说现在这月黑风高的，咱是不是应该来一回？哎，行了，记住了啊，三哥，过去了那边，凡事都要按照蒋老四事先给你安排去做啊。行，别啰嗦了。你三哥是谁呀？啊，咱表面看着粗糙，咱内修啊。你三哥以前是打铁的，干活，来啊，去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老四，你闻闻，太臭了。臭吗？你闻闻。我真的觉得还行啊！三哥，我觉得这都是心理作用。哎，你是一种幻觉，我真心觉得还可以。去，没事的啊，心理克服一下。好，我来试试啊。好的，一口气憋足了，又怎么了？我心里真的没有问题。有问题？他是从里边走下水的。你就不能把这些下水都想象一下，想象成美酒佳肴不就完了吗？美酒佳肴，克服不了。他不行啊，他这。乖，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喜事儿。太后她老人家为你这件事儿专门下了旨，她说了，徐庆只要钻了这个地道，就大大有赏，美酒10坛，就让你一个人喝，我们哥仨都在旁边站着。谁呢？徐老三，我告诉你，太后的懿旨，我蒋平有几个脑袋，我敢哄你，千真万确。太后真的依了旨了，千真万确，真的是依了旨的10坛，10坛，1坛都不少你的。去吧，克服一下。啊，我心里没有问题。为了太后懿的旨，没错，起来喝酒，好，就当他们也是酒。去吧，三哥，好好干活。四弟啊，你想吓死人呐，三哥！四弟啊，10坛。行，10坛，1坛也少不了你的。干活，这都不专业。好，干活了，干活。只是明晚要来，人家等我要把你打进包袱里，陪本官一起走马上任。好，慢点儿，慢点儿啊！
行！嘘，别闹了，我懂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是包兴吗？谁呀？哎呀，我这么大脸认不出来啊！哎，看看，徐三爷。哎，等着啊，我进去啊。徐三爷，哎，不行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呀，这破地方啊！嗨，我那是受了太后的遗。他们啊，让我先找到你。太后说了，找着你以后啊，让我是给他御酒。太后啊！这太后怎么能下这样的旨呢？这不是把这趟水越搅越浑吗？哎呀，你别管浑不浑吧。哎，伯兄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背着大家伙去私会包三公子？我没会呀，我根本就没离开过开封府一步。装，我没装。那包三公子也说你去私会了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他。他诬陷我。不行，包三公子现在住在哪一间？不知道，我们是分开关的。我去找找他。哎，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改口供。没用。为啥？我怀疑这里面另有文章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公堂之上这般死咬我。那也不行啊，我得先找着他，要不太后那10台御酒没法要啊。你还……我去了啊。那你小心点儿。行。哎呀，这什么破地儿啊！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包三公子，包三公子，包三公子。谁？包三公子，是你吧？是你不是啊？我是包世荣啊！哎呦，你找的我好，狗啊！